天气开始变热，一寡蚊虫也开始伫咧生炭。嘉义县水上乡公所附近有一个社区，最近出现真侪乌尾，也就是这乌树蚊啊。毋那伫咧外口爱随拍随赶，连伫咧厝内边，风顶甲有关是真严重。民众伫厝外口开讲，大家笑拢真无闲，为骹腿凊彩拍落去，卡无嘛死死五只乌尾啊，就算摕香来熏嘛无啥效果，规骹腿拢是因为白浆咬破的空喙。甲定着我一两两啊来回，咱嘛无到爱有啊地乌尾，也毋知要安怎防话。如果被小黑蚊叮到，可以在患部呢做冰敷或是冲冷水来减少瘙痒感啊，尽量不要去抓它。嘉义县水上乡的美上美社区，这阵啊不管是室内外拢有真侪乌尾，民众真困扰。当地议员表示，这阵天气落雨搁出日头，尾仔的大牌拢生青啼，乌尾的箭头有通食，才会愈摊愈侪。小黑蚊肆虐到说，不是刚伫外口尔，各会飞机会到处理，即使你装了纱窗，也一样，它一样飞进去。民众其实平常在做环境清洁的时候，就应该注重，比如说这些积水容器的清除啊，这些青苔容易长青苔处的这些清理。嘉义县环保局表示，环境摒扫会针对乌尾生长的环境来加强，嘛希望民众会当注意厝内外附近的情况，才会当改善乌尾愈摊愈侪的问题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